發財！各位嘉賓、各位現場嘅市民同遊客，大家好！歡迎大家今日嚟到中環街市，我係 Kelvin 林偉豪，非常開心今日能夠嚟到呢一座屹立喺香港接近2個世紀嘅標誌性歷史建築中環街市，為大家主持歲馬迎春、醒獅舞動賀新禧開市典禮。喺呢度謹祝願中環街市喺馬年百業興旺，客似雲來，亦都祝願各位市民同遊客馬到功成，大展宏圖。今日我哋邀請到國士東方金龍醒獅團嚟到中環街市，參與歲馬迎春、醒獅舞動賀新禧開市典禮。現在歡迎金龍醒獅進場。